建議高速免費改，年度3000公里。今次我哋點解必須支持？如果免費，佢代價係塞到咗條路喐都唔喐得，佢呢種優惠真係唔要都好過要。今年兩會有代表再次提出一個令無數車主眼前一亮嘅建議，將高速公路重大節假日集中免費，調整為年度固定里程免費，每車每年3000公里。嚟到呢條熱搜，我第一個反應就係，終於有人嚟得明車主真正嘅痛點。呢個唔只係 save 錢嘅問題，而係將出行嘅尊嚴同時間嘅選擇權重新交翻俾我哋。免費嘅午餐真係太貴啦。現行嘅高速免費政策初衷當然係好，為民刺激消費，但實行咗咁多年，好多車主心入邊都有一本辛酸嘅數。為咗稱呢幾日免費，係連三晚仲要喺高速上邊排隊食杯麵嘅狼狽，係明明得幾個鐘頭車程，硬係要賽成10幾個鐘頭嘅疲累，係只要發生一單輕微碰撞，成條路就冇乜嘢絕望。仲有更難頂嘅係嗰種死線照累，每年都有車主因為塞車遲咗哪怕1分鐘落高速，結果幾百公里嘅免費額度1秒清零，要硬食全額路費，嗰一刻嘅心理落差仲慘過唔見錢。佢講咗句大實話，我都有啲唔敢上高速啦，出門口都怕菜咗條路度，佢就冇晒出行嘅體驗，自己揾苦嚟辛。呢啲邊度係免費？分明係用我哋嘅時間、精力甚至安全去換嗰少少優惠。如果改做年度3000公里呢，意味住你唔使再死等春節、國慶嗰幾日出門。你想清明前1個禮拜返鄉下拜山，可以用免費里程；你想趁住週末帶仔女去周邊城市轉個圈，可以用免費里程。將焗住要行變成隨時想行，呢啲先係高質素嘅民生福利。呢個唔單止係盤數，仲係公平。除咗緩解塞車、支持里程制，仲有一個更重要嘅理由：公平。我哋身邊有太多咁樣嘅人，警察、醫生、護士、清潔工人、商場售貨員、速遞員，每逢我哋享受緊節假日高速免費嘅時候，往往係佢哋最忙嘅時候，佢哋要堅守崗位，放唔到假，自然就享受唔到呢份國家福利。現行嘅政策，某種程度上將呢班勞動者排除咗福利之外。如果改做年度3000公里，情況就完全唔同啦。真正嘅普惠，唔應該嘅日子，更加唔應該遺留咗嗰啲嘅節假日為我哋負重前行嘅人。佢喺建議入邊特別提到，呢3000公里係每車每年嘅固定額度，依靠現有嘅 ETC 系統精準扣除。唔理你係邊個，唔理你幾時得閒，呢3000公里就喺度等你用。呢啲先係充滿利人心嘅政策設計。佢哋得見每一個具體嘅忙碌嘅普通人。佢建議入邊仲提到動態調整機制同新能源車優惠，針對新能源汽車，代表建議喺3000公里基礎上額外增加200至500公里嘅免費額度。呢樣嘢唔單止緩解咗電動車車主嘅里程焦慮，亦都係對綠色出行嘅實質支持。技術唔係障礙，決心先係。有人擔心改造里程制，技術上做唔做到嘅？其實呢樣嘢喺今日嚟講完全唔係問題。截至2025年底，全國 ETC 用戶規模已經達到3.2億，計費誤差率低過0.1%。我哋嘅 ETC 系統完全有能力記錄同扣減每架車嘅免費里程，技術已經鋪好咗路，家陣爭嘅只係打破慣性思維嘅決心。從特定時間免費到固定里程免費，睇落只係規則嘅少少調整，實質上係管理思路嘅重大進步。從粗放管理走向精細化服務，從引導大家一窩蜂走向鼓勵大家錯峰出行，從部分人受惠走向全民普惠。最後，我哋點解冇期待呢項建議落到實地？因為我哋受夠咗嘅高速停車場鬥扭狗打羽毛球，受夠咗為咗嘅錢而焗住透支體力嘅疲勞駕駛，
亦都受夠咗攞住人哋放假，自己卻享受唔到福利嘅無奈。3000公里代表佢係一種更從容嘅生活方式，係一份對所有勞動者一視同仁嘅尊重。佢令返屋企嘅路唔再塞，令探父母嘅腳步唔再受制於日曆，令每一次出發都係因為我想，而唔係因為今日免費。呢個先係我哋真正想要嘅高速免費。你會支持嗎？歡迎留言發表意見，多謝大家。